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9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9篇，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语重心长。保罗是一位外邦的使徒。伫外邦的地区，伊开始着福音的工作，也设立济的教会，并且亲自或者是找派人去牧养教会。保罗留互教会以及后代是济的培训，因为伊针对逐教会的问题，伊提出济的看法以及教导。但是，并毋是所有的教会拢会听伊的劝解。伫保罗的培训的中间，时常讲到教会应当爱安怎，啥物代志袂使做。伊也针对基督徒的信仰提到着济的教导。伊真正望教会以及基督徒会当成做一位上帝眼中所看做欢喜的仆人，所以伊就时常来语重心长的一个劝勉教会甲基督徒。上帝对以色列人嘛是安尼，以色列人经常来违背上帝的真道。离开正道了后，上帝总是会差派先知，有喙讲甲无烂来考劝以色列人。相款，上帝对伫埃及人、埃及甲法老王嘛是安尼，语重心长，有喙讲甲无烂。虽然伫圣经的中间的记载，有真侪人误解，讲上帝偏心对待埃及人。事实上，如果上帝要偏心对待埃及人，想要灭绝埃及人的话，根本就无需要安尼一摆搁一摆，互埃及机会拢总10摆。伫昨逐经的经文的中间，提到着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法老王的心态。圣经的记载讲，埃及的术士嘛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埃及王心意毋听摩西甲亚伦，拄照上主所讲的，埃及王倒转去伫王宫。无将这个事放伫心内，因为伊认为摩西所讲的上帝无算啥物，这困难的代志，伊的术士嘛会当处理啊，搁有济神明通继续甲摩西的上帝来战啊。今仔日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安尼记载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去见埃及王，甲伊讲，上主希伯来的上帝安尼讲着放我的子民来离开，通好互因去敬拜我。你若毋放因去，伊有愿要强迫因留地。上主就要用伊的权能降严重的瘟疫伫你的产业的精生、马、驴、骆驼、羊群甲牛群。上主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精生甲埃及的精生，所有属伫以色列人的精生，连一只也袂死。上主就设定要降瘟疫的时间。讲，明仔载上主要伫这个所在做一项事，隔日上主就做一个事。埃及的精生拢死，毋过以色列人的精生连一只也拢无死。埃及王派人去看，
以色列人精神连一只都拢无死。毋过，埃及王的心意，犹原毋放以色列人离开。这是第5个灾难。现在中央日本的翻译叫做瘟疫之灾啦，吼。好那济的这个精神拢总死去，但是以色列精神却无受到损害。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因为以色列人选择上帝的保守，埃及人伊拒绝，而且选择着偶像。因此，咱知影就是只要面对家己选择的结果，这就是上帝予埃及人的机会。有嘴讲啊无烂，有重心肠来提供机会甲稳定。保罗非常关心哥林多教会，因为安尼，伊就甲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培训中间摕到济的教会内底发生的问题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节到21节里安尼讲：我一直做戆人，是恁甲我逼的，恁着甲我学乐才对。虽然我无受重视，嘛无较输遐的超级使徒，我伫恁的中间有上大的耐心、惊信热、技术以及权能，证明我是使徒。我无互恁机会帮助我以外，我对待恁比对待其他教会有倒一项较无够。我这个无公道，请恁原谅。当我第3遍准备要去访问恁，我袂为诚做恁的负担，我袂为要求恁什么，因为我所爱的是恁。毋过恁的钱应该是爸母为着囝儿，毋是囝儿为着爸母积资财物。我真欢喜为着恁付出我所有的，甚至连我的本身拢完全付出。兼讲我听恁哪济，得到恁会听哪少。有人讲我的诡计多端，用欺骗利用恁。我兼无甲恁拖累，我兼无派什么人甲恁骗。我有口肯提倒去恁遐，佮派一个兄弟甲伊做伙去，提倒兼有骗恁。阮兼无共心神伫做工，兼无共骹步咧行。恁一直讲阮对恁伫为着家己辩护是无？毋是，阮伫上帝面前讲基督会听阮爱阮讲的话。亲爱的朋友，阮所做的拢是要互恁得到造就。我行了去恁遐的时，看到恁甲我所期待的无相像。恁看到我甲恁对我的期待嘛无共款。我惊了恁有纷争、怨妒、歹性地、自私、诽谤，讲较接边的话，骄傲、无处事。我惊了后，骗过去恁遐的时，我的上帝会互我伫恁的面前见笑。我会为着真侪人低头，因为恁过去所犯的罪就是误会。亲像咱伫每日的读经的分享的中间所讲到的，一个错误的追求、错误的感动，会抵到着咱离开真理的道路。相款，哥林多教会其实就是安尼。保罗真正有嘴讲甲无烂，
是因为对因的失望，所以伊有用心肠、真严厉来提醒因。保罗为着家己的使徒身份，搁一摆来说明，嘛说明着伊对哥林多教会无有偏见，也无有偏待。搁较说明着伊的宣告只是为着基督，毋是为着家己辩解，搁较毋是要来占便宜。哥林多教会对使徒的攻击以及误解，拢是因为因中间还阁有存在着纷争啦、嫉妒啦、发脾气啦、自私啦、诽谤啦、讲较接偏的话啦、骄傲啦、甲扰乱等等的代志。可能还阁有真侪人心里真公义，亲像法老王共款。因无愿意听口劝，正做上帝的读解，因无有改变。这种的提醒，也今仔日咧对咱基督徒讲，是毋是咱拢无改变？咱过去的生活习惯，咱错误的信仰的追求，笨蛋的灵修概念，是毋是咱犹原无愿意改变？无改变呢？诗篇149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就对上主唱新的歌，伫圣的主面的聚会中间称赞伊。愿以色列人因为因的创造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主面因为因的王来快乐，愿因跳舞称赞伊的名，拍鼓弹琴，唱歌学乐伊。上主伊爱伊的子民，伊会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状态。愿圣的子民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因规面出欢喜的声，愿因的嘴称赞上主最悬。因的手举双面来的剑，报应外邦，刑罚列国，用铁链绑因的荣光。用铁铐来锁因的人性，伫因的心上执行所定的判决。这是以圣的子民的荣光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，愿有机会正做你的儿女，求主你帮助阮伫生活中间有好的选择。选择咱的军队主，正做你所欢喜的仆人，毋通互阮正做心内的公义，只有对家己来行，离开救恩的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